哇！今年暑期課程一開始就收到啲好頂尖嘅學生，食餐靚飯慶祝下先。DSE 最近2年全港第一、全港第二嘅 speaking 成績，師姐攞完全港第一滿分成績，師妹又嚟咗喎。學到63分作文滿分嘅真績之後，我真係可以幫助去提升翻我嗰個作文嘅層次，同埋令我寫嘅 point 冇咁空泛。我嘅教學係唔會提供一啲冇乜用嘅情緒價值咯，同埋對我哋嘅評論都係好一針見血啦，所以我哋學嘢都係非常之快，同埋得到真摯嘅回饋。喺度上咗差唔多3個鐘連續嘅話，我都覺得即係唔會瞌眼瞓，即係每一樣嘢都聽得入腦，係因為覺得即係可能好似好輕鬆咁，但係其實學到好多嘢咯。都睇咗 Chris 同Tasha 整我關於我師姐 Jamie 嘅片，咁就覺得佢係好 impressive 嘅，同埋都想好似佢咁樣攞到滿分。最近同呢2位師妹做高考嘅 listening 練習，一個錯5條，一個錯3條，係當年高考嘅 A 級成績。我相信呢2個師妹呢，今年嚟緊 DSE 都會同師姐一樣5星星滿分全港第一，2個都係可造之才。以上3位同學都係嚟自崇德英文書院嘅呢間中學，香港排第71名。但係佢哋究竟用咩方法攞到5星星滿分全港第一嘅成績呢？嚟緊8月2號星期日2點鐘，我哋有 free talk， 你可以嚟了解一下究竟有咩考試方法令到學生可以不停咁進步，攞到全港最頂尖嘅成績。咁有家長擔心啦，你哋唔係教開傳統英中㗎，我好擔心喎。唔通我教開全港第一嘅聖保羅 Colette， 佢嗰 set 嘅第2名最頂尖嘅學生，我又同你講咩？須知道我哋補習社唔賣廣告好低調㗎嘛。星期日 free talk， 記住盡快報名啦，我哋上堂見。Free talk WhatsApp 報名熱線93369002，手快有手慢冇。